我前面手机关机了，我刚开播，什么小兰兰呀，真的是。嘴巴里面说的大话，实力一点点没有的一个，真的。不是哥嫂是哥。你叫我哥，哼，那我叫你什么？你叫我姐姐。阿斯。老师，亲爱的。这句话差不多，真的，亲爱的，好，亲爱的。我新歌明天就发了，你帮我合拍一下可以吗？好的，亲爱的。当逼走的发誓，可以不拒绝吗，老师，亲爱的？亲爱的，可以，亲爱的。真的吗？明天下午我发完了，能不能合拍一下？拜托了。合拍一下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放我的歌，然后你就这样拍一下你自己，拍抖音。好的。也可以发我俩的照片。我们两个上次去6间酒店里面一起睡了吗？那个照片可以发吗？阿妈，不要这样说，我们是单播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会，这把老婆会生气的，想着，真的。他不会生气，他生气什么？他又不是我男朋友，又不是我老公，又不是我的家人。你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关系是吧？你觉得有吗？我觉得有一点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打不打 PK？ 打什么？你说我们家有没有大哥？直播间60多个人，打不打？说一下。打怎么打？60多个人你打不过我，没有大哥发誓没有。惩罚做什么？打不用打吧，我这边有300多个人，你打不过我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去找个其他大网红。可以，你去找大网红。有1000多个人这样子有的。可以，亲爱的加油啊！如果你打个有的话可以哦，有没有？我现在真的没有大哥。那打个电话呀，叫过来。电话在，我平时打电话的那大哥一个都没有，我也想找呀，但是没有呀。那你喜欢大哥吗？还是喜欢扎巴罗吧？还是喜欢我？谁对我好我就喜欢谁。最近有点漂亮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发饰有点漂亮。以前的话我没有怎么爱过他，真的说实话。最近他的头发颜色也好，那个眼睛也好，嘴巴也好，反正都看起来挺不错的一个，真的。最近我整容了，你不知道。能不能好好帮我看一下？你先叫我公主。但不用这，好好看一下哎。不是这样，你叫我公主，好好看一下好不好？说一下。公众嘛，公吧公众嘛，公吧从嘛种场是公众嘛，看一下嘛。你就说公主好好看一下宝贝。好，公众好好看一下。宝来嘛，公众嘛，看一下嘛。宝来嘛，那不想看，看看明天打过去那个方式宝来嘛。因为南家群组和他们两个的脚特别大，兄弟们，真的。我脚不大，我脚特别大，所以就叫公众嘛，公众嘛。我知道，我看过你的脚。看过，你那时候看了我的脚吗？你的脚和我的脚睡在一个床上了没？睡过。还看的，算了吧。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，兄弟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俩上次说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呀？你这个准备好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你这个准备好了的话，马上可以做。我们俩这个分嘛，一半。我从来没有这样。我从来没有。真的。我也是。假的吗？这个男人真的是钱挺多的。车我来弄，去我来弄，出钱也分开出，那个公平吗？你觉得？一个曲子多少钱？一个车多少钱？歌曲是多少钱呀？500块钱。好，拜拜。开玩笑的，发誓开玩笑的，6000块钱歌曲是，家人们这个知道，好的歌曲是1万，一般的都是6000。这还是差不多。这开玩笑的，可以发誓，我准备一下啊。打一场 PK。打什么？赢家说了算。好。家人们，兄弟们，我小心心，莫就有的话团结一下，谢谢你们。
这次有翻倍，一定不得。欢迎开心拉姆，加油兄弟，把对面的这个拿过来发誓。谁给我发个墨迹，直接给他点关注，永久关注发誓，一个墨迹。永久关注的哪里有不知道？兄弟们加油！有，真的有，我是有永久。骗人的，他骗人的，不会关注他。我发誓不骗人，我发誓，我是说话算数的那种。我这边热气球永久关注，真的。我墨迹永久关注，真的，我要求不高的，家里。我睫毛这样。一个都没有呀，一个小信息都没有呀。家人们帮我一下，谢谢点关注。刚才把的家人们一人一个小信息，上兄弟们塞了姐姐。拜托了。一人一个。你看。我操，兄弟们。我关注了啊，真的关注了，等一下我关注一下。啊，这个怎么关注呀？那你完蛋了，这个关注的话。哦。关注了，点击38级大哥，快点再来个热气球。呀，兄弟们，我们这边来一个墨迹可以吗？墨迹。老公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老公是我，怎么了？他的老公是我。啊，谢谢关注，我说话算数，我给你关注了。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墨迹，加油！一人一个墨迹。对，你不是说热气球吗？你不是说不要墨迹的吗？对，来一个热气球，真的永久关注。我要墨迹，25个人的小心心发射，5个人小心心，5个人的小心心，家人们。哇塞！感谢我25级的我，谢谢你送来的小心心。2个人的小心心，我们一个小心心，一人一个小心心。一人一个小心心，兄弟们，一人一个小心心，4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。幸福哥哥，欢迎。谢谢永红哥，感谢我，感谢所有的兄弟们，最后3个人。赶紧来个热气球墨迹，有什么就上什么，家人们一定要破个1000。就3个人的小心心，加油，兄弟们，3个人的小心心，加油。我们家的大哥们都来了。3个人的小心心，加油。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，你们来，你好。你俩好好的啊，家人们帮忙一下。小心心上，兄弟们。我一般都是刘海，真的吗？头发怎么了？咱墨迹刷自己的。最后一个小心心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小心心。OK， 欢迎天柱哥。你那么差吗？拿到了。你不是说你有300多个人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有400多个人，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人气票只有14个呀？不着急，还有2分钟的时间要给我领印。看一下我的加成来了多少个票？你看一下啊。加成，人家有加成关键。你加成的时候就只能就这样。谢谢大瓦哥，欢迎看哥。感谢我的天哥，38级的天哥，加油！来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这次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这次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有什么就上什么，现在直接上，拿下来，兄弟们，墨迹保时捷，保时捷热气球有的话，现在上，兄弟们，保时捷热气球，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。家人们帮个忙！感谢大哥送来的热气球。感谢我们的天中王大哥，谢谢大哥，真的非常的感谢，让你破费了，大哥。这才是热气球，有没有？这才是热气球，知道吗？你见过热气球吗？还想跟我一起打 PK， 真的是。没见过。其他兄弟姐妹们，小心心，墨迹有的话一起团结下，兄弟们。只靠榜一大哥的话，有点压力大，兄弟们。那么都团结下，对面这个马根绝对会投他啊，兄弟们，反手会投他。拜托了。这把一起加油一把，兄弟们，一起加油一把。哪怕或者说一个小心心，墨迹热气球，兄弟们，大的、小的、中的，有什么礼物上什么礼物，兄弟们，一起种出下，来呀！完了！你来了一个热气球的话，我来了一个保时捷，知道不？你来一个保时捷的话，我来一个私人飞机，真的是。有的是条件。谢谢宽主家，感谢。最后只有38秒，家人们。最后收给他，兄弟们，最后有没有热气球墨迹，兄弟们？热气球墨迹有的话，最后上，兄弟们，最后上。绝对会投他，对面绝对会投他，兄弟们。对面来了一个热气球的话，我们输了，真的。一起加油，兄弟们，一起加油！墨迹热气球有的话，最后上一下，兄弟们，最后收给他，600多个人，此时此刻的打一下，兄弟们，现在有570多个人，真的一起加油！完了，输了，做惩罚了，准备做惩罚了啊！起来！点着
起来，重重的一个东西拿过来。去远一点，你去远一点，你去远一点。我手机在这边充电，在手机。什么手机在那边充电？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去远一点。手机肩头转一下。转的话，空间小得很，家很不空间没有合适。哎，把那个拿着我的有，不要你妈老子。我在厨房里面，就是那。你不要这个话说出来，你是一个女的。OK， 我错了。拿一个30-40斤的东西拿过来。30-40斤的。哦。什么都没有吃了，还想跟我一起打 PK 呢，真的好可怜那些人。啊，我放大干嘛？等一下，我来弄，他自己自动。呀，你怎么又放大了呢？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啊，没有可以，我这边我是大了。我弄大是吧？哦，现在可以了。这个可以吗？哦，这个里面有东西，好重呀。好的。两个手指就这样抬起来，两个手抬起来。OK， 就这样做25个蹲去。坐下，做25个蹲去。1、2。往下一点。3。哦，就这样，3、4、5、6。你得把那个地啊露出来了哦。好小，衣服那些不合适呀，这个是小孩的衣服呀，不是马根穿的衣服，真的。是。现在的马根那些真的好奇怪，兄弟们。这个是小孩上学的那种穿的，不是你合适的衣服。13、14。哎呦。坐，不能休息。16、17、18、19。这个没事，6斤了。20。20。那么重吗？重呀，这里面都是衣服。真的。防水，不相信你看一下。上次我一个衣服忘了，你拿了吗？在这里面装了没有？好像拿了。白色的有一个衬衣嘛。哎呀，我这个西装裤好好看，我穿一下，把手在哪干嘛？哦。我穿这个好好看。你今天晚上在哪里？我今天在家里。在广州县吗？对。但年龄已经到了嘛，现在年龄很大嘛，穿什么都就这样，不怎么好看。我笑死我了。真的。我都还没长脑裤，你就说我年龄大。哦，好看的很。这两个大，这两个。哦。好的。那我们再打吗？你不要把我弄大嘛，把我弄小一下。没事，我喜欢大一点。哦，你喜欢大一点，我喜欢小一点。你喜欢小一点是吧？对。不喜欢大一点吗？我喜欢小鲜肉。你想得没有，一个马杆找得到小鲜肉吗？真的是。这样，等一下，这个没弄好。是这样子的。给。哎呀，看不清楚。是这样子的，这样。这个穿的是有点，哎呦，这直播间里又不好看。马根。喂。这个弄小一下，求你了。好，继续打吗？把我弄小，继续打，再打一把。好，再打一把。票少的闭嘴啊！
要是闭嘴，发视频。好，票数一句话都不要说。对，头低下啊，不要看起来。兄弟们，首先来一个墨镜，加油！帮我一下，上一个墨镜。一个墨镜加油，兄弟们，一个墨镜加油，让他闭嘴，真的，头低下。欢迎333，谢谢点关注。对，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关注下，谢谢你们，真的。没有点关注的关注下，兄弟们，一个墨镜加油，一个墨镜。墨镜一个加油，墨镜一个，墨镜一个，感谢我们的众的关注。没有关注的直播点点关注下，兄弟们，关注起来吧。小星星。这里点点关注，加油，兄弟们。我头发不行。哦，点击31斤大哥，谢谢兄弟小星星啊！可以给我送个墨镜吗？你呀。这边光线不行，主要是。好，我以为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大姐们。感谢我的满康三哥，谢谢满康大哥。我早一次就有这份。谢谢满康大哥，真的非常的感谢啊！谢谢你。赶紧那边一直吃什么吃？现在没有吧？现在没有。感谢满康大哥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闭嘴！大哥们，徒弟，5个人的小心机，兄弟们，5个人的小心机，加油！5个人的小心机发誓，我也要拉5个人的小心，5个人的小心机，帮忙一下。5个人的小心机，兄弟们，感谢我的达瓦克。2个人的小心机，兄弟们，2个人的小心机。这个人的小心机，家人们。2个人的小心机，加油，兄弟们，2个人，感谢我们的森纳聪明。3个人。谢谢王这个最后一个人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人加油！欢迎35级的137罗哥，35级的137罗哥一个来了，我操嗨！今天晚上我的这个大哥们发是可以哦，慢慢来哦，兄弟们，慢慢来哦。现在有没有墨镜，兄弟们，墨镜。2个小星星，家人们，帮我一下。兄弟们，墨镜。哦，这样，那可以。有没有墨镜？长夜们同三重，那拉秋色罗。墨镜加油，兄弟们，墨镜。我把这个脱了，不好看。我白天出去的时候穿的。上一个墨镜好不好？上一个墨镜，家人们。谢谢兄弟们，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，点赞。上一个墨镜呀！快点破个白呀！点赞，兄弟们，点赞，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到来我的直播间。这么一说。现在上，兄弟们，现在是翻倍，一定我们的加成，兄弟们一起加油，一起。加成上面加油，加油，兄弟们！感谢我的男价格，感谢所有的兄弟们。给我送个墨镜好不好？欢迎给我送一个墨镜。不好，有2个小心一点哦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们俩要小心点，不然他就说要打我们2个。这么好的。欢迎给我送个墨镜啊！快点给我破牌呀，好不好？欢迎吧。米鲁男子，欢迎米鲁男子。米鲁男子哈，我来我卸妆就可以。谢谢米鲁男子，赶紧去。把一个墨镜的名。最后收给他，兄弟们，2个墨镜就可以了。2个墨镜，加油，兄弟们，2个墨镜。2个墨镜收他，兄弟们。就聊个天。这把打完了我就聊天，不打 PK， 播到2点我就下播，不是1点半我就下播，我睡了。好的，等。哎呀，我俩都没有破呗。最后收。没想到他也实力那么差呀，好可怜呀。我实力差吗？
谢谢美女男子该挣钱。谢谢大哥送来的墨镜，最后一个墨镜，加油兄弟！一个墨镜赢不了。赢了。兄弟，感谢感谢。去拿个50斤的一个东西，今晚俺就拿过去可就。不可能，真的是。什么不可能？我都做了还是不可能。我拿了，你为什么不拿？凡是你拿了多少斤，我也拿多少，我一样嘛。那你拿个30斤的来，30-40斤。公平打一下，公平。那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呀，不一样。没事，男人也是吃脏吧，女人也是吃脏吧。那男生力气大一点啊。不会的，上次我们两个酒店里面去的时候，力气一样呀。哎呦，不一样。那天晚上抓来抓去的时候，你也力气大得很呀。抓来抓去。真的。抓来抓去。我就这样抓过来的时候，你也这样抓我，然后你力气很大。最起码你个子大一点，我们两个比的时候，你比我胖一点，你个子很高嘛，对吧？对，个子我高一点，真的。不是高一点，高得多。那我有1.65米，你有1.8米嘛？应该是差不多。他求你了1.65米，哪里有？你是1.5米的身材，发誓。我发誓1.65米。1.65米已经很好的一个身材，知道不？你求你了，我是1.65米呀。你哪里有1.5米的身材？真的是。我就是1.65米。你需要1.65米的身材是吧？现在没有呀。哎呀，那你最近不去演出吗？要去，我等一下要去演出，我明天去。回去家来了吗？那边？对，明天回老家。那你慢慢的把那个歌词歌曲写了嘛，得写完了我就慢慢准备嘛，得先提前准备嘛。好。对吧？那你拿个30斤的东西，快点。今天什么时候发了？明天下午发了，明天下午就发。你们给我点个关注。明天下午发我俩的抖音。他得了30斤嘛，发誓我们家也有那个轻的很，只有最多也是20斤。重得很。20斤的钱嘛，发誓行，但你不要骗我。重得很。不，那你刚刚坐下的那个钉子拿下来。凳子最近。完了。你回家，你老家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俩打个 TK 嘛。你说的话到逛街县里，我都说的话到成都，我们俩直接结婚是想开玩笑。跟你一起，我结婚我疯了吗？真的。那你不是说你不是天天说喜欢我爱我吗？不是，就是交个女朋友的那种可以啊，结婚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如果今年结婚的话，明年你跟人家一起去了，哟，我失望了。那意思是我们俩谈恋爱是吧？对，这样可以，割肉可以，但其他的咋送不行，发誓。可以。第一个我有咋送，第二个你太欢喜了。好欢喜吗？特别的欢喜。发誓。我等一下，我把这个俺的美颜的把关门子，这个有点难看。谢谢娜娜美女，真的。这样子。好久不见啊！感谢欢喜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说我欢喜，有些那些女主播就是在网络上那些，有些谈恋爱了，有些公开了，有些结婚了。那你想一下，我直播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，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个男的。求你了，我认识的已经两个人你谈过，我认识的。那我不认识的男，刚才有句嘛的，真的是。你认识的哪2个？你说一下是网红吗？他不用说，这个直播里面不能说，今天晚上真的，这个。不是，我知道不能说，你不要说名字，是指网红吗？还是不是网红？一个是个子高高的，一个是黑黑的，长得丑丑的。一个是个子高高的，个子高高的那个丑丑的是吧？对。是不是？不是。个子高高的丑丑的是哪个咱们？哪个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个子高高的丑丑的。兄弟们，点点关注下他，也不想说。那一个呢？一个是哪种？一个有一个胖子。脸白白的有一个胖子，真的。他平时待在巴黎，领着待的时间长，他。当然发誓不知道。哎呀，好，你不知道。胖的个子小小的吗？还是高高的？不知道，再不用问。
我第二天发誓不知道了。你说林志待着一段时间。好的，你没有开玩笑的，你没有，你人好不是的很。有啊，我前男友有啊，我肯定有啊，我谈过恋爱呀，我有前男友呀。前男现在在哪里？前男友吗？一个在6期。然后呢？没有声音了哎，没有声音了，给门狗，没有声音了。家人们，他在说什么？一个声音都没有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话没有声音，你们听到吗？没有声音了。是我这边没有声音了吗？还是什么？一个是个子高高的，一个是胖胖的，没有声音了。哦，知道没有声音了，话筒电没有了。哦，现在有了。话筒电完了，用完了。你不要插话筒呀，你就这样跟我一样说话呀。就这样吗？对呀，这样子真的好好的下。呀，他不插，他什么都不插，把这些全部。哎呀，我其实他唱歌的时候声音好好呀，家人们，好好使。我很羡慕。你喜欢我的歌声吗？我喜欢你的歌声，我喜欢你的那个长相身材，我喜欢你的全身，我喜欢你的一切。对，那我就老婆那里我请个假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老婆那边请假一下。真的。你老婆。大同灯跟着你我目前上次我们在6期一起演出了，好像3、4天。怎么了？什么时候？哦，上次呀。哦，在那个6期是吧？对呀，6期。对，6期见到面。谢谢送的墨镜，感谢。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开心了哦。那天晚上我们俩开心的很。哇，给我刷了2个墨镜，再加2个墨镜的话，咱们两个互相，这个好像是这个不是，我不认识，咱们俩互相点关注。呀，再好好的打一个，在我走了。他是知道，打哟，前面那个墨镜没上的话，那就行。呀，再打一把，我也下播是不下播，我要跟他们聊天。我要去上班。可以哦，晚上上班演出挣个钱，打啤酒。哎呦，现在前面那2个墨镜现在刷的话，那多好啊！咱说一个的道路怎么是年哦？哎，俺你有啥做？我给你关注了，该知道梦。哦。明天去老家干嘛呀？连我等一下，好的女生40。直接就这个上面开始吗？直接这个上面开始吧，发誓，这个打不了。这把打完了，你去演出吧，我要跟他们聊一会儿天，我就不打 PK 了。好的，老婆。我明天发新歌的时候帮我那个一下合唱一下，然后扎巴了我们俩艾特一下，可以吗？好的，老婆，你好好休息一下啊。你说你去老家干嘛？来家里面刷个墨迹破个白。哎，等着热了，明天后天是脏的些上热子。热吃把点热了，你和扎巴了不？对。女人不能去，知道不？我知道呀，我们那边女人没有去呀，我们这边就是男人去呀。我们男人就是好幸福，真的。幸福什么呀？真的是，我们女人也好幸福，我觉得我也很幸福呀。来，家人们上个票好不好？我们俩这把打完了就不打了。兄弟们，小心心，墨镜有的话团结一下，谢谢你们。你现在怎么实力那么差呀？你以前那些榜一大姐和大哥去哪里了？现在不需要实力啊，跟你一起打得好。我跟别人网红一起打得好，我实力一直都在呀。真的。小心心3个人的小心心，兄弟们，没必要打呀。现在你没有实力，我们这里刷票有什么用？你那边上的话，我这边也上呀，你不要看不起人呀。真的是，那你上嘛，我是10票呀，你是3票呀。3个人的小心心吗？真的是。3个人的小心怎么样？还要说？3个人的小心直播间60多个人，70个人都。我比你高。
兄弟们加油3个人的小心心，家人们。一个小星星，一个小星星，再差一个，再差一个小星星。不同的一个人的再差一个小星星，就差一个小星星，家人们。一个小星星比加他票多一点好不好？就是看不起这真的。28级的图腾，感谢我们的拼凑，谢谢拼凑。我的新歌就是明天发，家人们，你们给我点点关注，到时候一定要支持一下我们扎巴了，我们2个一定要评论点赞什么那种。如果不好听也是你们一定要打字评论上面说一下好听。完事了，扎巴了，你们2个。不只是你，好多人都在一起合唱的话，我会评论，会点赞。